你能看，真奇怪的感觉。你能看个屁！哎呦！哎呦！嗨，唔是惊，同我哋讲兩邊發生乜嘅事？係機械頭殼將見嘅位，行險嘅呢，日日做些食唔得血困。現在太過分嘞，太過分嘞！呢個問題我想下辦法嚟解決。我係咪滿平啦？照我嘅計劃，天出頭當嘅啦。安尼是在探其hand頭衰麼？過來，日日講起都好你呀。太冒險呢，安尼行別條路啦。我唔錯，行別條路咯。唔管，我是愛直接講起。儂唔聽我講。好，冇計啦，到底乜嘅事他哥哥唔好啊！黃聖依，用緊啥？攏係我唔好。哎，唔好。我係鳥條條博士，係研究機械特效嘅專家。安尼，唔要叫我朋友嘅方法冇啊？啊，你問題當複雜，聽我來。好好細個，人
哎，请入来。老啦，不过我听说阿姐姐去救家人。上错。天听我讲，我本想是阿布博士该出手。娘你个太戇居，小交通嘅卡夾頭。今年個仔真㗎。我當堂前本阿布博士做了做實驗嘅塔口西口。危千倍！西口本人改做機械塔口真冤枉了。倒霉，我同機械塔口變做西口，向下對阿布上背去了。博士，很快。啊，快嘞！哎呀，可唔就意咩哦？哈哈哈哈哈！内体石头头前的，我该飞行机卡西台，从内体方对人人较好。啊，鬼台，西口做黑咯！看我飞弹的厉害！哦，水泥，跟着笑。是安呢，我哋想过阿布博士咧，来到机械上，西口做管家，生活平静，过快乐，一切都好。七到阿布博士成到西口，又变做魔手，机械塔口。请问要睇掉博士，咁有乜嘅辦法？也係西口嘅恢復機關。恢復機關啊，真好誒！你今日叫家人，嘿哈！嘿。哎，看那片，救人啊！看那边！看那片！龙龙，要用机关。
口。小口，哎，博士，嗯，哦，农农，食材落啦远，替我同小口救上来，按落啦。博士，我同飛落啦，哈，聽我同兩個好朋友叫上來。哈哈哈哈！大家送本遠，我去阿布上路行用得到。我提了博士，按落啦。加马了。八公八公用过手。天死嘞！谁知你唔是太翻译，把格格同来挡落来。好。